喺2010年6月9號，香港愛心魔法團參加咗由長者家慈善基金主辦嘅長者家書活動嘅開幕禮。今次嘅活動非常之有意義，佢鼓勵咗年輕人透過寫出長者家書，關懷長者，更加了解長者嘅生活往事，並且學習佢哋上一代嘅生活智慧。除此之外，令到年輕人可以了解當年香港社會嘅面貌，為香港社會發展變遷留下印記。當日大會嘅司儀包括咗商台叱咤903主持陳強同埋阿 Boo， 亦都唔少得我哋先拔頭籌嘅表演嘉賓，就係我哋香港愛心魔法團嘅代表啦。喺長者家慈善基金主席黃卓健先生阿叻致歡迎詞之後，其他嘅主禮嘉賓包括咗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梁志雄醫生，亦都有致辭。開心嘅係佢亦都有讚賞我哋香港愛心魔法團嘅關愛長者愛心魔法添。另外，亦都有今次活動嘅名譽顧問田北辰先生對佢嘅長者家書作出分享。咁有意義嘅活動，梗係得到各界嘅朋友支持啦。為今次活動擔任關愛長者大使嘅就係孫耀威 Eric 啦。佢當日同咁多位在場嘅長者玩咗一啲嘅問答遊戲。哇！你睇坐喺後排嗰位老友記答到問題嘅時候幾開心。喺 Eric 嘅帶領之下，長者家書青年大使逐一上台，一齊宣讀誓詞。今次活動咁成功，要多謝好多位朋友，包括咗榮譽主禮嘉賓梁志雄醫生、名譽顧問田北辰先生，我哋香港愛心魔法團嘅代表、贊助商 G2000 集團、康宏理財服務有限公司、斯林美容集團、Dr. Kong Food Care Limited、福堂集團，同埋支持機構全新天地，仲有正東娛樂，好多其他嘅支持單位未能夠一一盡錄啦。發過感謝狀之後，長者家書啟動儀式正式開始，跟住仲有大合照添。係喎，講咗咁耐，不如我哋睇翻愛心魔法團喺活動之前作出嘅表演啦。人個心咧其實有一股火嘅，呢團火咧當燒到熾熱嘅時候咧，就會開花結果嘅。希望將呢朵花送俾每一位嘅長者。就係話，咁我交易係個時間俾 Samuel。由細到大，其實都係佢哋照顧我嘅。咁咧，其實嗱，大家見到啦，我手頭上咧仲有一本好空白嘅筆記簿，係咪？係啦，空白嘅筆記簿。咁其實咧，咁頭先講過啦，其實我爺爺嫲嫲啦，咁其實係我生命中嘅一個魔術師。咁咧，佢就好多教誨啦，成日同我講好多人生道理。淨係我記得句説話，佢成日強調嘅就係話：阿孫啊，要乖啲啦，俾啲心機讀書啦。咁呢個咧成為一個咒語啦，係啦。咁呢個咒語咁嘅成日講嘅時候咧，咁你發覺本書咧就變咗一本郵票簿係咪？但係佢嘅説話唔係影響到我嘅，即係影響我內心啦，係咪？亦都由我嘅心向外推廣，就影響到我嘅行為。咁所以呢本郵票簿唔單止裏面改變啦，其實出面咧亦都變成一本係啦郵票簿啊。但係我覺得係有點美中不足啊。係啦，咁其實大家睇頭先佢嘅咒語係乜嘢啊？乖啦，俾啲心機讀書啦，係咪？係咯，不如一齊講呢個，令呢個魔術變得更完美，好唔好啊？嗱，我數1、2、3，乖啦，俾啲心機讀書啦。呢個時候你就發覺本郵票簿就變得好色彩繽紛啊！好想藉住呢個長者家書啦，咁其實在座咁多位嘅長者啦，屋企嘅長者啦，即係感激佢哋係過去就為我哋香港啊社會每一個家庭啦，同埋每一個人啦作出嘅貢獻。